有冇試過，當你犯錯跌低嘅時候，會覺得自己好孤單，好似俾全世界遺棄咁？嗰種內疚同自責，係咪好難承受？但係，你知唔知道，就算我哋幾咁失敗，幾咁遠離神，佢嘅愛都係從來都唔會改變㗎。喺出埃及記第32章，我哋見到摩西點樣為以色列人懇切代求，即使佢哋拜金牛犢犯咗大錯，神依然預備咗悔改同修復嘅路。正如經文所講，倘或你肯赦免他們的罪，呢句說話真係充滿咗無限嘅盼望同慈悲。神嘅愛係咁深咁大，大到可以原諒我哋所有嘅過錯同軟弱。無論你以前做過啲乜，他都願意用無條件嘅愛去接納你，修復你同佢之間嘅寶貴關係。記住，只要我哋真心回轉，天父嘅臂膀永遠都敞開，等緊我哋呢班迷途嘅孩子返屋企，因為佢嘅愛永不止息。